来看民间团体针对去年的性格情感教育的新闻，选出年度的10大新闻。去年是以青少年为着性病数量增加，以小性剥削案件增加，还有所谓性暴力的案件是真多，这些新闻上受到关心。我们的家长其实更在意的孩子的就是性安全跟性健康的部分，所以他其实呢，整个的教学年龄阶段，他的建议甚至会比联合国建议的还要提早。去年6月底，民间团体调查中小学家长，发现家长希望囡仔较早接触性安全方面的性教育。民间团体建议伫学龄进前就做，这是比联合国建议的学龄阶段做搁较早。这条新闻加入民间团体统计2024性格情感教育10大新闻的头名。我们在观察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发现说，其实这跟我们的国情，对我们国情的部分是有关系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的速度跟国外是不一样的。民间团体今年是第5年票选规年度的性格情感教育新闻，选出排名。2024的结果包括青少年为着性病数量提悬，以小性剥削案件增加，所谓性暴力案件多，这款新闻拢入选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这负面新闻入选，代表台湾的性教育要有修正的空间。大家都知道，健康台湾它是一个目标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性跟情感它也是要有一个目标的。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当做目标，安全当做目标，说真的会不会幸福？就真的不会幸福。民间团体希望透过提出性格情感教育新闻的排名，通互大众甲政府看到，目前性教育倒位也有改善的空间，达成健康台湾的目标。民间团体讲，因落尾也继续追踪排名顶的新闻，观察亲像性剥削、性侵等等新闻伫今年有啥物变化，来继续对政府提出建议。记者林家凯台北报道。